哦，煮出好时刻。应该是错的啦。我嚟講，一下今日啊，我準備料理啊，早午餐，我準備了出咗很多歐風嫩蛋，混蛋啊，哦，不是后风混蛋，嫩蛋，嫩蛋，當嫩蛋嫩啊，嫩蛋。早午餐就是一粒卵就冇。哎呀，你啊當當然啦，你啊熱涼煙當流行水下酒店哦，假日啦，平常時安平，嘅假日是水下酒店哦，12時講不然。哦，該要買，該出現西式美食雲吞咯，馬鈴薯啊，韓國培根啊，韓國卵啊，一定要，好，誒緊做，緊講，好，來，首先吼，誒馬鈴薯哦，你唔是去皮啊？唔是去皮，唔是，你下來佢切開來，其實啊，當然講你啊皮啊，它營養成分啊還夠。啊，你講用烤的做的食啦，你要用烤的。冇嚟，雞烤係雞不得不食咩？人家講，人家點咪用烤嘅哦。冇不得不食啦，真好食同誒。搞食飯嘛。當好食。用烤嘅啊，比較用鋪嘅好食。用烤嘅係冇油，係抗甜。食了哦，總比你食咪雞咪薯片啊。哇，薯片，個薯條咧。薯條咪同樣，雞。反正用破就。雞要高款啦哦，蝦難冇食。雞薯條要按到慢啲冇，雞用咪甜按好食，按到麥芽糊之啊。哦，叫冰凍時啦。好。你幾包個水啊油啊？水。油啊。油。你下嚟鋪。好，我嚟鋪。你下。應該用早快，你用水啊。你看勇敢的哦，錯誤示範啊，用快啊，啊，你睇要掹少，啊，掹盤鋪，掹做得，啊，不過冇要緊啊，而家嚟倒下去。用冷油啊，金幣收埋嘛，這樣我都會收個地方忙收。好，嚟，講啲哦，下過來，咩嘢啊？你睇 tomato， 你好，而家先攞幾塊。啊，熱鍋一下。你一出啊，教大家是係簡單嘅，唔係安那簡單呢？豆腐卡。然後冇一開始哦，調水，會綿綿啊。好，嘅多馬進嚟。是用陽光滾。會做得啦。嚇，冇要緊，呢啲會輕嗌。我講唔啱數。係會講法。好，嚟下，差唔多咯，用啲啲嚟油，因為咧係不鏽鋼嘅。不是講燜土以來當小咩喎？喺燜土來哦，當上撈啲玻璃嘅強用。好，你按到，因為哦，bacon 哈姆哦。哈姆要bacon哦。培根哦。好，嚟煎。唔可以彈花，莫用樹啦，定價。好，你來煎一下哈。好，你來變過來。而剪到拆咩嘛？看我個魚同佢是當拆嘅。咩？哦，剪到一邊。好。而家攞油啊嚟煸出來。嗱過來，而家食隻토마토煸落去。哦，中蝦哦。哦。對，當油哦。八路哦。八路哦。睇發財哦。而家節目會發菜啊。黑胡椒哦。胡椒。鹽。咩阿朗？咩阿朗嗰個食用鹹味唔會出來啊！冇啊，四款。哦，好，做得咧。亂，慢
忙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突然，紧张。忙好忙好，好，你啊，用你蒜头，撒过来，一点卵，撒过来，一看一点马铃薯，冻回锅嘛。某个东西，忙好忙好忙好。你啊马铃薯吼，我来去泡到用摆呢，泡到，嘿，韩国为上色，我要色木样做的，哦，不要我拍拍啊。你啊白胖忙好，好嘞。好少。撒过来，一点啊。三按拍上个图呢。好，撒過來，呢啲係牛腩，哇，半牛腩多啦，如何？一張卵啊，啲差唔多係40到45公克。你講卵的重量應卵，卵的重量啊？故所呢啲牛腩未差唔多一樣，撈卵啊，3張卵共用很多。45cc 到50cc。沒有啊，乘以3哦。差不多120。加一個加做的，十個攪，胡哥，兩下過。係，讓我填修一下。兄弟啊，馬鈴薯啊，你下太地哦，哎，記得咯，你啊燜土啊，你啊泡你啊燜土總得調高，你啊燜土啊，我用低溫，差不多是150度到80到150度，因為你啊按盤啊，因為下帶燜掉來泡幾樣做得，你調高啊，基本上乜嘢？會不會出波爛？哎，出波爛，冇熟。剛剛。佢等下你啊泡啊，會越來越少，會越來越少，等下會鋪起來吼。好，等的時間。你來做你啊出。好，你啊按到8打。哦，能有的錢。嘿，擦手指，擦手指，擦手指啊！我打蠟了，我擦手指。好，來，你俩哦，奶油不耐高溫哦，你記得啦。就是我注重佢嘛吼，有用睇就做得嘛吼。馬上就嫩蛋呢，我來看哦。呀，五個撈牛腩較好咧，1:1，充分混合哦。吹彈可破。都一樣哦，可以啊，用佢因為8打煎下個，哇，不得了啊！呀哈，功夫啊，好唔好啊？剩下卵就顶。呀，個撈牛腩較好咧，1:1。充分混合哦。大哥，你一火吼，快好了吧？冇。快好。按料哦，看清楚按料哦，按料過去，拉過來，按拉過來，佢底下佢會浮落去。哦，不流過去。哎，你總得見到擦擦，你來 test 一下，我哋，用咧1稱1稱，用咧，哦，砸過來。一送過機會帶過來。好，要冇？好咧，保嚟關體機咧，做得了。啊，這樣了。誒冇用吧？很節目水，教大家係簡單嘅。用
很没有嫩啊。哎，看下同们，吹弹可破。还冇便宜啊，也又簡單又好食。嗯哼，哦，牛腩亂聽牛腩1比1。係嘅，你一下當然啦，牛腩哦，閃睇啦，會擺睇以前做了出啦。哦，要冇你看，金絲絲嘅哦。你要做得上色哦，我要一樣好食。好，19。有椒料，有多少嘅椒料？太火掉嗬，而家差唔多咧。好，其實聊出啦，早午餐都不看，你一定要去做看看。當簡單，你睇破火啊，成胖胖，它已經脫水，哦，變強強嘅，水都逼出來。好，呀。打過來，然後用多啊，倒過來，係飲冇浪費。哦，也係奶炒，八打。用黑胡椒鹽，係，你買咁多嘅用係新鮮嘅，嘅黐嘢嘅用係巴西利啊。哦，好，好，用那種粉嗰種。係，鹽，嘅鄉親叔伯阿妹講，哎呀，阿妹哦呀，嘿，嘅阿啷個是眼慳嘛，唔係，嘅控啊，講死。夫夫教父，有這個歡迎這個大家嚟看嗬，佢講嘢飲啖個，大家都已放喺就冇誒。好，當香哦，佢哋啊，用佢用嚟八打煎啊個，哇，不得了啊！好，最尾香料哦，有按照灶誒，巴西利，好來，過來。不這哦，不挑哦，會標這嘛，哎呀，過來一片，哦，營養誒哦，一凍香，食懵未凍醬哦，安尼好嘅，下擺唔算做烘料。香哦，咁佢哋啊營養成分未做得啦，未đủ好，要卵、澱粉、肉、蔬菜。哇！一幫埋個飲料好好，麥酒，哇！沒有宿醉，有宿醉好啊，回魂酒。我覺得哇！喵！歐風嫩蛋，歐風嫩蛋，tomato 對半切。填培根、蘿蔔煎一下嘅，同埋都咪叫下落去炒，加到嘅黑胡椒、鹽、調味。亂填牛腩調俾勻，用奶油、蘿蔔煎到半熟。馬鈴薯切一啲啲，蘿蔔炸熟以後留起來。用奶油填馬鈴薯炒過，加到嘅鹽、黑胡椒粉、白色啲調味。先要填馬鈴薯、培根、tomato 亂，叫下擺盤就做得嚟。